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本日福喜类类嘅节目。今本日咧来同大家来了解一种嘅艺术品吼，叫做专业嘅名词吼，按照机构木偶，到底迄物嘅东西咧，你阿明显嘅提起摆看到非常嘅重要，非常嘅神奇。接下来分享你基本嘅艺术家係來自花蓮嘅童藝秀欣賞，歡迎。大家好，我是童藝秀。今本日同歡喜來福喜來耶，歡迎唐老師。唐老師以下帶到花蓮，從我現在住在花蓮。不過以前其實有一段時間沒帶過，從幸福街那附近。幸福哦，所以其實有1/4客家嘅血統。不過我買會講客家話，不過都糖都是辦，糖的是，因為都客家種帶過。你看花蓮沒動到客家人什麼？花蓮現在也很多客家，有是1/3，所以你現在隔壁鄰居啊，隔壁鄰居什麼的都客家人。那你們見面的時候，有時候還是會聽他們講客話，還是會談到他們的海話，他們都是那個陸腔的啊，海陸腔，哇哦！所以基本以前是當翻譯做的，繞腔都線上吼來到兩邊，因為基本伊係當到花蓮過來，時差還載到你先從東都趕藝術品過來，對，已經特別從花蓮把這些藝術品都載過來跟大家分享，是吼，哇，很辛苦呢，謝謝你呢，因為路途遙遠哦，不要下雨。大風下雨，好，基本上大家來分享的。首先，一開始大家先看到，現場運動都會欣賞自己親手做的親手做嘅作品，每一個部分，一個小大都是出自於你的雙手，對不對？好，非常感謝，大家首先從這裡看到非常感謝，等下你好一扎來小解，一開始來小解時間，先讓大家來講一下，欣賞這是什麼東西？我的意思是，一般我們看到雕刻，我們會說這是雕刻作品哦。你看到比如說看起來是木質的東西，但這個很特殊，好好跟讓大家來講一下。它有點是機構木偶，外國很流行這種東西，因為我們現在的繪畫都是平面式的，沒有互動式的。那這個是跟小朋友跟大人都有互動式的。它不只是雕刻，雕刻就是鏡面的，對，然後那種就會比較枯燥跟無聊。就會之前是在無尾港教彩繪那時候有幫他們設計產品。是啊，他那時候他們那邊風很大嘛，他們需要設計那個比較風車。後來我就跟他設計以後，發現那個木工太難了，然後我就開始自己玩這種東西。所以講到兩片後，我覺得這樣子吼，大家可能還不太明白我們在講什麼，那懂了解。安妞好嗎？我們先簡單讓大家來分享一個作品，就是在信上簽名的那個作品。你走在看到它好像是一個小木盒，什麼當夠有一隻小喵咪，對不對？是小喵咪。然後這個作品呢，它叫做昏倒的貓，對不對？所以呢，大家是會覺得你說這是一個機構，然後其實佢第五都要動到個機關。就是機關，然後你要在機關組的信上幾個選給耶，所以信上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先強一來分享一下你前面的這隻貓的動作？但是在老師轉之前哈，信上你先跟我講，上面有一隻貓，對不對？然後這個貓前面是一隻魚，對，魚條，然後這個貓在上面看起來是很想要吃魚，可是它其實是會動的哦。那老師你幫我們試驗一下，它動的話會長怎麼樣？這樣，好。太可愛了！所以等一下昏倒的貓，所以它，你看它尾巴會動，然後它會吃魚，魚也會動，然後它吃了就昏倒了，對不對？然後它還可以站起來，哇！石模欣賞是不是很有趣？安妞妞啊，我們介紹到這邊，大家就知道說為什麼我們說它是一個機構木偶，對不對？欣賞，我們先問一下，所以這從頭到尾都是樹頭走從頭到尾。完全都是木頭，然後每一個雕刻都是你親自雕的。對，我都用榫接的，沒有用釘子。所以這個是一個，首先這個是你自己雕出一個貓的形狀，然後貓的耳朵啊、什麼尾巴啦、腳啦、魚，全部都是你剛剛講的，是你去接的，對不對？對。然後呢？漢港從勞改是，你還要設計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像是機關式的東西，可以讓它活動。你在活動的時候，你就要考慮它怎麼動，然後再把
那个动力放进去。动力放进去的时候，还要考虑它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老师，这是怎么办到的？你怎么办到的？因为现在全台湾做这个事情的是龙山英体，对，龙山英医到能够一改线上，全世界做了看1000个人，每次上皮让改什么35个。对呀，老师你怎么办到的？你就是看外国的东西，然后因为你木雕太多人了啦，太多人了，然后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台湾还没有，然后就玩这个就觉得很有趣。其实老师已经走到动年了。老师，我先问一下，以你现在的这种纯熟度，或是你那个作品，你花有改时间可以完成刚才那个昏倒的猫？做是比较快，就是在想创作很久，对不对？对，想做这个就想了4、5年。就是一个草图，哇，他就是想了4、5年，对，大家作品非常不得了，等下好了台了小改。我要介绍的是我前面的这一个，好，大家先看一下大家作品哈，这也是老师的创意来源，对不对？老师，等一下，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是一个阿公。好，阿公在澡堂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水，然后这个是一个免喷，好，免喷那边又免爬哦，全部都是木头哦，然后这是一个澡盆，大家想说哦，你看这个是一个刷背的，所以老师我可以动它一下，对不对？可以，好紧张啊！来，我们来动动看哈，我们看一下哦。然后我们看阿公走的还乳盆啊，然后赶快曝光了，你看阿公的脸，阿公的脸美，都可以改落去灌一了。你看，老师，我觉得这好好玩，你会很惊喜，然后很兴奋。它摆着的时候很漂亮，可是你又可以跟它互动，因为走给老去互动，怎么？好，我们看大家有可能我俩水性上讲诶，冲丢都没让大家在少改谁啊？用改艺术作品，它就叫做机构木偶，对不对？老师，你这个灵感来源是什么？灵感来源可以吗？因为小时候我们爸买那个玩具就是打开来就会吓到，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然后做出来，然后每个小朋友玩的时候，他就先摇，掉下来，然后他就很紧张的就走了，然后再叫第2个人了。因为我在那科工馆的时候有那个他们有跟他们合作联展，然后他们就会叫第2个人来，第2个人摇很惊奇，然后他们叫一群人来，然后大家都吓到，然后这群人就默默又走开了，还有人互动，所以这就是一个灵感来源，对小朋友小谁改世界，爸爸还给我卖东西不，你就让你有觉得这样的互动很有趣。大家有发现吗？线上做安用改艺术品，其实当初改观点是其实我做得让所有来看两张艺术品改朋友做得有安用改互动。前面该家昏倒的猫的灵感来源是什么？他因为那时候机构不是很熟练，然后你就会在外国里面找资料，然后再突破他的机械，所以那时候是在练你的机械能力，就是参考外国的昏倒的猫，不过它是喝牛奶，然后我是吃鱼这样子，好可爱。等一下哈，他刚才做熊口啊，因为要谁性给他供那昏倒的猫，他开始走的是觉得非常的惊喜的，所以台刚做熊，我那里还有2个看起来超级动态的作品，等下会本台大动都给降去。不过我在少改掉在作品之前，先来问一下老师，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会讲出都爱用感技术？什么样的机缘会有一个这样的创作？什么样的契机？这个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个飞翔梦想。之前有认识一个教授，他小孩也有这种梦想。然后我觉得那个梦想就是像我们对宫崎骏也很迷恋。就是那种感觉，我就是想要做那个会飞的。是之前是做一个阿嬷不一定阿婆，不一定阿婆，基本你带落去不一定阿公是错的。我们等一下会阿婆，好，我们等一下会来走一下，问大家看，先来讲一下，因为线上讲两个化疗4年到5年改时间，因为先画草图，是不是你走该不一定阿婆改时间，你先放到网络上面，然后听说点击率很多，超过10万信版黑猫。是啊，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阿婆不是长这个样子，它是挂在上面，真的像飞的一样。在 FB 真的像飞啊！有人就会很惊讶说，那个木头东西为什么会飞？所以大家就开始点阅，然后朋友就打电话问说：“你怎么让它飞的？”我说：“你都没有看到最后影片吗？”他就有一只电风扇，说：“原来。”所以那个阿婆已经卖出去了是吗？就是那时候我的狗生病，然后我就是想要再跟它医治啊，已经花了10万块了，我就觉得
我今天想说这样够了，我就想说，我还有东西可以卖，然后可以再跟他一致。后来他就先走了，然后我那朋友就讲说啊，你都已经答应我了，我说好嘛，那就卖给他了。啊，所以向亲朋友为什么基本因会带不一定阿婆落去，带不一定阿公落去，因为阿婆已经卖出去都偏又不好嘞。不过了在阿公去非常介有意思吼，因为了在阿公去会骑一只奥多麦，什么他骑车，所以呢，大家先注意一下吼，你先看机哦，他骑车他的脚。好，所以你看到他的脚是这样踩着，然后他好像后面还有翅膀，对不对？给他有翅膀，然后翅膀后面好像还有类似像风扇的东西，所以它是整个都会动起来。如果斗呆它要怎么动？所以我们要借由这个电风扇的这个风，对不对？去让它动。其实应该是说，它如果在外面只要有一定的风力，它就真的会动。所以这是为什么困难改提风，因为对台家来讲，这是一个工程。你还在工厂给设计，你还在技术给设计，倒台不一定阿公叫用音背咧，大家先聊下，练下差，所以你来看一下，不一定阿公会用音来背。大家聊下昨天看到这个阿公骑车也是蛮大声的哈，因为他这是每一个机关，大家机关，然后大家技术都会线上几个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阿公？而且阿公还有木偶纹呢，他这边，然后给表情也非常改清楚什么。老师，他如果挂起来的话，是真的会飞，对不对？是啊，他也可以在地上，他也可以在地上，他会走，他真的是会走的，太厉害了！3轮驱动，我们是4轮，我们是3轮驱动。三轮驱动。老师，我怕阿公太累，我们先让阿公休息一下。好，来叫阿公吼去茶去到调，先帮阿公歇困一下。刚才真的看起来很厉害哎，非常厉害。所以线上你看到，你都该后背不用在填风扇，所以填风扇给风一吹，它自己就起起来了。对，完全就是没有电力。对，完全是黑。老师，我觉得你不是只是艺术家我觉得你应该是有念工程的人没有，我是美工出身的，兴趣。老师，你昨天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刚才首团节目又要台高来讲到，其实不一定阿婆受到重大的回响，阿公应该也受到很大的回响吧？有吗？阿公，因为有了阿婆，阿公就比较生活暗淡一点，被忽略了，不可以被忽略了。可是这个制作过程也动摸简单，什么非常的不容易。先画草图，我是先有那个灵感，然后再有先人偶，人偶出来的时候再考虑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再把摩托车那些组进去，然后再组齿轮。是，因为你先有齿轮的话，你的比例就会怪怪的。所以我先把大比例先抓出来，然后再塞动力下去。是，所以它的比例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事实上你在塞这些动力的时候，你是要亲自先试验过吗？因为这应该是，比如说这个先试验走 demo， 然后这个试边怎么走 demo， 用来统理走 demo， 用来统理走 demo， 然后组装，然后越组装越完整，是这样吗？先画几个小齿轮，然后锯完了以后先动看，可以了后再组装上去。有时候组装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比例问题就要全部卸掉，然后再重新寄过去。哇，所以因为你填充个不一定阿婆已经卖出去，所以大家看唔到。不过你下昨天看到不一定阿公，不过今日透过节目，我听说你个不一定阿公咪做得变到非常个风因为之前个不一定阿婆动风，所以你要是系不一定阿公，但讲你要是好比较大型，对不对？线上这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艺术作品。好。刚刚阿公在飞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整个都是纯齿轮，刚刚阿公会拱到动台上，我现在喉咙有点干，你知道？我天哪嘞！小改行还顺带有两张，这个看起来也动台，这个叫做爱心小帮手，台家是会起头全木头。然后呢，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复杂，因为我们讲天黑走很多千面，其实后背又非常多改记惯。那这个是爱心小帮手，我先讲一下，这个是灵魂人物，对不对？
走对讲，应该秘不是哦，是好。那小帮手是他，是哦，没关系，大家先看一下哈，了边有一张印哦，你看了边有一张印章，这边有一张印供，了边有一张印章，所以你看，等一下他会盖一个很美好的这个字在上面。可是我们要怎么样盖一个字呢？首先要有钱，对不对？哦，有钱。用亲朋友，我真的我只是有准备10K，所以我们就先把10元放在上面，对吧？好，然后我要转动喽，大家准备哦，可以吧，老师？我就开始转动喽。不过你的就会损失10块钱而已。我就会损失10块钱，这个太值得。老师，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顺时针。顺时针。好，哦。好想帮他配乐哦，太惊喜了！这个才是小帮手哦，小帮手是他。好，我转快一点啊，他来了，你恐惧感修，大家看一下他的手，他笑了，他进来，哎，这个表情哦，这个表情，它是我们传统的木偶3块盒。老师，他竟然拿了我的10块钱，然后啊，好，你看到他下去了，对不对？用亲朋友，我付了10块钱，可是我可以得到一个小帮手给我的什么？老师，这是印章，对不对？从毛印，所以我可以得到他帮我盖一个爱字。老师，我想偷偷问一下，还是小摸一下哦，这个印章的字是可能改变的吗？比如说，可以啊，因为那是刻过的那个橡胶字，所以你也可能写别的字在上面。对。我想问一下，这真的很好玩哎！来搞狗嘿，我真的很想玩第2次哎，所以我就再损失10块钱。老师，比如说损失啊，其实是很便宜。老师，你这个是不是小朋友很爱玩？小朋友动好高。是小朋友很喜欢玩。他在就是有妈妈要投钱嘛，对啊，有小朋友就比较舍不得，然后小朋友在投钱的时候，在摇的时候，他就会跟妈妈讲说，妈，为什么是我投钱？所以应该是有妈妈投钱嘿吗？不是，是妈妈就跟他讲说，你投钱，其他人可以欣赏，这样你不是很快乐吗？哦，我他就很开心了，又投了一个，然后投第2次的时候，他说，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租借。就是朋友借去一个灯展嘛，然后他讲说，就跟他讲说，你10块还不够。他说为什么？你没有看到后面的还会动吗？他说是啊，那我再放10块。后面就是指这个机具的后面有很多机关，对，后面有那个机关这样。信上，你这一台是真的收费过吗？有啊，所以是真的有收费赚钱过程吗？那按摩银行你最高一次收费的次多少钱？50元。那时候收你说全部啊，他那个一个展览回来的时候2000多块。哇，很乖，而且信上顶来动，我信上给我放10块就可以了。哎，大家不要以为我是真的没有钱。哎，这个阿公的澡盆里面，我其实有很多，我准备了很多。你看阿公的澡盆。该免分地图很优先。我的钱，阿公，阿公也需要钱。阿公，我还有钱，所以其实你地方，你只要不用留加10Q在这边，他就可以，反正你放多少都可以，他的手就会起来帮你拿掉。因为他有手有那个高度的问题太棒了，所以我们不是很贪心呐，一次也是10块钱而已。下次可以在旁边来洗改一下，别弄你去 Q。所以其实这个老师也是弄在动应该洗点什么？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想要做出一个这么可爱的有人起来把钱？因为就有看那个日本有一种那个玩具，那个猫玩具，它一个10块就这样收回来。我心里想说。我们去展览的话不应该收门票，应该他是很自愿的，他是放钱去摇，他是自愿给我的，我没有勉强他，对，好诶，我觉得航白线上系讲要做嘛，该艺术品该展览该时间，该就聊推停出来办出去，因为聊推办出去停出来动手份一样，太惊喜了。不过讲到聊咧吼，你刚比如咧健康，你给不给快问快答？这个你的信上有一点点紧张想说快问快答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大白动作改你改来宾艺术家啊，来到你节目地图改时间，你被健康动作改问题了问题，你是做得了解跟某种改面相，就是不一样的面相哈。老师，你的脸看起来有点紧张，你放轻松。好，第一题问好，
老师，你比较喜欢猫还是狗？猫狗都喜欢。真的哈，你知道为什么？信上很多朋友会想为什么要问信上这一题？因为老师很多的作品都跟猫咪有关。你看像那个对，所以我们就在想，老师是不是比较喜欢猫咪？目前养猫，因为负担比较小一点啊。之前养狗负担比较大一点。但是猫狗，狗老鸟信上有动重视。T 创作到目前为止，创作到目前为止，你最满意、你最满意的作品，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现。到目前为止，比如说《飞天阿婆》，或是《爱心小帮手》，都做完就过去了，那就不是最满意的。哇哦，那老师，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遇到你最满意的作品？如果依照老师你的逻辑，等我不能做的时候吧。所以这个意思表示他没有满意的，因为你永远都要不断的突破，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做了一个之后，你就是要再做第二个，因为你的目标就是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你可以从一个就是昏倒的猫，或者是谁性感阿公，然后不一定阿公，然后再到爱心小帮手，你下次想要再做，一直做到突破自己，就是你觉得那才是一个满意的过程。对。哇哦，老师你真的是很了不起哈！哇，这实在是很期待老师的哈，在作品可以嘛改哈。提上题，创作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最困难、最花时间、最用时间改作品是哪一张？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做不是会再花时间，想才是最花时间。灵感。但那你觉得创作最困难的是嘛？目前为止，比如说是这个好困难，还是该张好困难？不会，因为它都突破就不困难了。我觉得老师回答真的很有哲理呢，都有展力呢。问题嘛改最慢是我没有满意的，走动来走，我们得走危机。那你就嘛改不会困难，做出来之后就没有困难了。只要做出来就不是困难了，对，它都过去了。真的好哦。哇，信上如果不做木工艺，你觉得自己会从事什么工作？从事什么工作啊？如果你不做这个，画图吧。画图成本比较低啊，而且卖的又高。我是个爱钱的人啊，不好意思。老师懂得影响，因为这张我们地图说这个对，俺俩走在传签，然后用新闻好带，俺用鸟因为新闻好带。你看老师真的懂得影响好，一在艺术狗，像一在艺术界，像人家窄好尬，然后但是呢，他也会说我需要钱这样，他又嘛改精彩改故事，他改先聊哈，等下怎么来讲？基本伊只是当幸福吼，做得老向心要少个你现场用个艺术品吼，因为公司财会俺们是提白请俺用看过，而且都因为大家系投高奖投来看，俺都现场用看个时间，其实真是个非常的细致，都有。你莫做安看到俺都个机关，是不是想到哇？你个性上很容易走到诶，尤其你老去互动个时间，你就会觉得性情变得动后。很奇怪，像你要在谁信给阿公啊，然后讲像是昏倒的这个鸟儿啊，嘛，你再次不断的去玩它的时候，就是去跟它互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整个心情就很好，而且就像老师讲的，会有一种赤子之心的感觉哈。不过讲到两片哈，老师你有没有计算过你自己从创作《俺豆年狗嘞》，你用了多少齿轮？有没有计算过？没有算过，不过家里都是齿轮啊。哇，所以到信上来工作室的世界，走在看到动作的齿轮。对。好，你可了解信上带了个作品，老师，你现在的作品家里还有几件？30几件，对不对？应该有。然后都大大小小不一样。大大小小不一样。对。会希望有时候老师会办展览，对不对？就是或者是别人邀请你的时候，因为我们跟科工馆有合作，科工馆是主办单位，然后他们本来是那时候有在台大科工，他们叫科工文学馆、科工馆，他们的科工系的科工馆，然后有展览的，可能因为
一些事情，后来就今年就没有了。哦，哇，所以因为走买 VTP， 安永本线上，因为线上黑工自己在花莲有一个基地的话，其实哇，感觉上老该的你安永感艺术品表都该哈每周得感觉上可是可以开一个小小的展览呐，安意思安永，对不对哈？不过讲到了其实TP 到线上老台高的分享呀，因为线上给带到花莲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当时办到花莲是因为你为了要修复那个站长宿舍。啊，是啊，黑吗？是，他那个是昭和，应该是大正10年到12年的一个站长宿舍，它是纯日式工法的，哈。然后呢？然后因为我很喜欢，是2年前就看到它不错了，然后后来它就试出来，我们就标它，然后我就在那边创作这样。然后我先生在宜兰工作。那后来现在没有了嘛，对不对？后来现在没有了，现在就还给台铁，因为现在台铁公司化，他们也有一些营运目标，他们就还给台铁。不过我很希望台铁能试出来那个空间。OK， 所以水木后来现在是搬到瑞穗那边吗？对，搬到瑞穗。所以瑞穗也算是自己的秘密基地。听说你还盖了一个小木屋是吗？是在那个玉里。你在玉里盖了一个小木屋。对。为什么会想要盖小木屋？就是看那个全能改造中毒了。那我了解，所以北京容易看天喜是熊，我去刚才走一下小木屋，哇，这个小木屋洞等一下，所以小木屋真的就是你自己亲手，这就是这就是一个模型图，然后你几个走一张安永改木星，然后你几个是简西走玉里，然后盖在小木稀嘞，哇哦。它是纯日式的，然后用榫接打了1个月的榫，然后就请朋友来架，然后3到4天把它整个房子给架起来。所以设计图也是自己画，什么都自己来。对。然后朋友帮忙盖，朋友帮忙我立木头而已。其他都是那他们会在上面留言吗？有，就是一个活动，让他们一个纪念，比如说这一个装饰，这个木桩是我弄的，所以应该走该为留名。他有来帮忙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现在小木屋还在那边吼，就是可以放老师的一些工具啊，或者一些，就是我们在农作的时候可以在那边休息这样子。因为我那边有地，我现在是农人呐，我是卖米的。现在有种米？我们对，我在卖米，卖高雄147啊，我朋友吃这样子。如果现在种米，其实有一种动豆西店呢，要花很多时间。我先生退休啦，他就我帮忙卖，他帮忙做这样子。所以那你们自己吃的米也是几个种啊？用好棒哦！所以其实都花莲后山后属于花莲景区东江，所以欣赏都改变种米，都改变种米，哇，这个真的风景好美。都改变种米，但想都改变种米几个种几个是还有埋，还是其他小木屋，还有时间是走，应该重走，么？好，因为其实公共嘅时间啊，又到线上打嘴鼓咧问一下，哇，线上你。因为你都有作品其实唔系卖嘅，其实只是系因为兴趣，然后就是满足自己，不能讲满足自己，就是自己的热情，几个个年轻了，几个个兴趣做，因为俺都改作品，那没有卖，我说哇，欣赏，那你要存钱来做这些作品，老师说对啊，所以才会唱尬比赛，所以这在去年也是参加那个公益奖入围的作品，对不对？而且我还是问欣赏讲，那系讲又得奖改法，又给到奖金，欣赏讲100万，对啊，100万。哇，所以是全台湾最高奖金的。哇，所以意思是讲，所以意思是讲，真是系又得奖改法是昨天那都是8万，然后线上的意思是讲，哇，这个100万我就可以再做更多其他的作品了，对不对？没有，我要修房子做我的博物馆，因为它就是60万了。博物馆的意思是指说你小型博物馆，你希望昨天走一家几个改谁应该博物馆？所以做了博物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作品放到里面，对，放在里面这样子，然后就可以供大家来观赏，对，观赏可以来欣赏这样子。老师，那你的博物馆已经启动了吗？没意思，没有，钱还没到位啊，这继续努力。所以它像是一个构想，所以还没有启动，完全还没，先等钱到位再启动。有在想了啦，有请朋友可能会帮忙这样子。OK， 哇，简心动某简单吼，问一下，那老师你未来的规划就是博物馆吗？未来改规划？
不一定，因为我宜兰还有一个房子，我可能再换，我还想再盖一间那个木屋在宜兰吗？不一定，就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木屋，你想要再盖一间，对，可是不是这种形式，会把它改良版的，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在盖的当中就有发现一件缺点。那你盖这个木屋是因为是为要居住，还是你有没有，主要是满足自己的那个手养，所以线上种米狗还有种艺术品，还要盖木屋，因为手养。现在呢，就希望可以筹钱，然后盖一个60万为目标，然后盖一个小博物馆，然后可以放收藏品这样子。对，就把我东西放出来，因为现在他们都在箱子里面啦。我就希望他有个地方，他们是有灵魂的，不可以在箱子里。艺萌可以赶快实现，因为公狗也是到线上在打嘴鼓。其实我觉得老师给我一个很有趣的。跟老师聊天很有意思哈，因为线上有广东，我说线上你会不会想要卖钱，或者是想要怎么样用这些作品赚点钱？因为俺也上班，因为线上系讲做在传豆钱，俺是做在看到很好豆干艺术品。可是线上是非单来讲，他希望可以尽量冒到钱有关，还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向前看，因为你觉得可能有可能会细细宠走改赤子之心。对啊，如果你向前的话，你就会计算说我这个东西做多少久了，我的收入会多少用了我几个齿轮，用了我多少的辛酸血泪给豆粘的膝盖，所以俺也买几豆钱这样子。所以总得用按用改想法，目的是希望讲你要保持一个纯真创作的心。对啊，而且有时候你卖很贵，来问的都是朋友，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你又跟他说多少钱，我就那就算了，我们免提这么薄的。所以因为大家有发现冇，其实你照像线上多厉害，有按多改作品，按多厉害都唔敢问几讲，老师你一个作品大概有几多钱？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太无价了。因为大家想看看，光那个阿公有冇线上也在讲灵感，其实最难的是创作的灵感跟整个想象的这个狗仓，对，都已经用了线上4年5年改时间。哇，老师你今天来上节目，终于好好让按那个节目，你得终于啊，就是说真的可以好好的分享你的创作过程，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就是做老了，你即使老了，你还是要一直动，一直做这样子。那种米呢？种稻呢？因为那需要体力。因为体力我先生会出体力啊，我卖米就好了。这个体力活就是他来完成就好了。所以线上一直讲体力活给先生做，然后你负责卖米，是不是？对。哇，先生今天有陪你来录影，所以线上在旁边。心里想说，哇，今天陪这个老婆来录影的时候，结果老婆就一直讲说，体力活交给先生就好。先生应该可以哈，线上走的吗？先生可以吗？负责种米是不是？好感人哦！哇，好幸福哦！我现在突然觉得有那种粉红泡泡的感觉，因为先生刚刚说 OK 啦，因为他养我太久了啦。因为做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收入，如果没有人支持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现在。好感人哦！养我太久了，可是他也很忙。为什么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突然开启了一个我很想延伸的话题？如果节目都聊一起，先说，先谢谢线上带来俺都来作品。你看先生今天都发连时差的东西载来，好，然后给种迷、小鸡本线上来做一个这样的创作，老师好棒。好，觉得对，持续幸福，好冇？希望昨天大家找到可能线上冇去用改作品，老师谢谢你今半日來，好，聽下來，繞場所有嘅朋友，向下來做認同咧。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宿琴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琴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